边来拗起来，另外一边嘛是吼，安尼拗起来，好，安尼就搅啊，搅。安尼就会使。安尼就会使，内底的饼吼就袂润去啊啦。若剩无偌济吼，有另外一种方法。还有目椒哦。还有目椒哦。安娜，阿嬷，安娜啊！啊你食四手啊，拢无要分我食哦。这我家己买，为什么要分你食？哦，你莫去计着啊！遮大包你敢食会了哈？我食会了啊！哦，我甲你讲，我即摆拢还袂食物件的，你莫先食这四手啊，较好食。来啦，分我一寡啦。唔爱啦！是安怎你到即马才转来那靠我安尼啦？ ？10多年来，啊，我拢一直一在等直徛伫边仔偷看呀。一直等，一直等。若是你较早转来，这些代志拢袂发生，你敢知影？我迄边仔的风景啊，我有迄厝，咱像阿嬷伊早住的所在。是讲你甲我讲好无？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恁才会满意？因两个是做伙啊。恁才会满你要创啥？啊，是安怎啦？你在创啥？哎呦！下心下井，爸下心下井啊！爸，哼，你在创啥？为什么要下心下井的啦？你不叫他家己关心？你个一嘴一阿伯，你莫安尼啦，阿伯你。嘛共款啊你！爸在创啥啦？你有想那你两个人啊，无？拢该拍啦！哎呦，莫安尼哦！阿门不行啊！啊，伊哪靠安尼？有人拢过几工啊，会知影毋对啊。哎呀，我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？有啥物规日啊？我就是要互母知，知讲伊听的这个金孙做什么匪类的代志。哎呦，我也袂使今仔日安尼就讲算啦！哎呦，你去走去迫害人的家庭，你敢对得起你的良心啊你？哎呀，你有怀疑无？个人啊，你欠讲我啦。我是顶世人欠你什么债？今仔日才有你来甲我糟蹋啊！哎，你我偷食呢！我要把这收起来，摆互你食。这边来拗起来，另外一边嘛是吼，安尼拗起来，差不多3盖4盖，拗倒去吼。另外一边嘛是拗倒去，好，安尼就搅啊，搅安尼就会使。安尼就会使，内底的饼吼就袂润去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内底物件较侪的时阵哦，若剩无偌济吼，有另外一种方法。还有目椒哦。还有目椒哦。哦，拄啊好，这包吼剩无偌济，用这个方法，安尼拗落来吼，拄啊一个三角形安尼，卷的，这边甲伊拗落来，插入去。安尼就会使啊，有无？水吼。哎哟，两种方法拢足好用呢。嘿啊，你毋知阿哦。嬷真敖呢。我无咧碰风呢。嘿，阿嬷甲你问哦，感觉今日天气安怎？天气袂歹啊。啊，恁娘娘有好无？有啦，最近较有啊。嘿吼，啊电视有好看无？哦，够好看的。是吼，啊你物件等下要看倒位？我物件在，紧讲啊。我物件看倒位啊。等下拢会走去我的腹肚内底啦，免你操烦啦。吼，暗多，暗多阿嬷。搁伫遐细细念。无啦，讲你生了水啦，老公老吼，可以食四手啊啦。哎呀，插入去来这。插入去。阿嬷，若是有一天啊，恁娘娘啊变目睭，甲迄个电视共款安尼。我讲伊平安的啊，我紧啊，欢喜就好啊。哎呦，你足开放的咧，阿嬷。系啊，什么时代啊？哦，即马拢会使结婚啊呢，大家拢共款啊，伊要穿啥物随在伊啊，莫去乌白飙车，大家拢伫遐飙车哦。所以比起乌白车足危险的，你知无？好像是山道猴子。好，我毋知诶。
迄饼好食无？这袂发展。你根本是食遮济。我紧啊，我身体袂歹啊，你袂使食，你痛风。你甲大家讲啦，